你有一个故事藏在心里很久，总觉得它应该变成一本书或一部电影，可是打开空白页的时候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于是一天一天把梦想放在明天。后来你去了很多地方，看过聚散离合，听过深夜无人倾听的沉默，也看过笑着的人藏着眼泪生活，才明白故事不是想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先不要急着开花，先学着好好发芽，经验不够就去生活，故事太少就去感受吧。那些风吹过的日子，那些流过的泪光，都会慢慢变成文字，陪你走向远方。可别忘了，故事不只在纸上，有人正在等你说话，有人等你回家。那些一起吃过的晚餐，一起走过的路啊，也许比任何剧情都更值得留下。先不要急着开花，春天有自己的回答。创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么伟大，而是当你懂得爱人，也懂得照顾自己，把理解变成一句话，送给另一个人啊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完成了梦想，希望翻开最后一页时，你会微笑着想起，最珍贵的作品从来不是故事本身，而是那些陪你走到